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12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彼得后书的第2章，小心假消息真审判。在这一章里面会有很多看来很负面的字眼，然而在彼得写彼得后书的背景中，其实是在面对一个环境，一种思想，就是告诉你说主不会有最后最终的审判。然而彼得后书的第2章9节，也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主知道如何拯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也知道如何把坏人留下来，尤其是那些放纵肉体情欲藐视上帝权威的人，好在审判的日子惩罚他们。因为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以后不会有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就已经来到了，我们最终都会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而我们的灵魂会仍然圣洁。当然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在当时的思想当中掺杂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然而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16章的时候其实在那时候针对这些教师的言论耶稣其实有回应了。耶稣说人子将要在他父亲的荣耀中跟他的天使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来到主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在那个时候，上帝按着我们的行为就回应我们。然而感谢主的恩典，在马太福音说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同时说到，但是有一些人他在未死之前，他们就会经历到天国掌权在他们的生命中。其实跟今天的经文呢是不会违背的，因为昨天彼得后书的第1章已经说了很重要的信主之后如何活出那信仰的生活。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一切需要的，使我们可以好好的过信仰的生活。然而却有另外一种声音在第2章所要回应的，就是他们说不会有审判不会有那个末后的审判所以他说到这些假先知他们就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特别他提到这些假先知可能在当时都是有这些影响力，都像是教师一样的存在，他们对人说的话是带有某一些权威或者是影响力的。然而他们真正是想要做什么？他们真正是想要满足自己的贪婪，用捏造的故事向人来讹诈这些钱财。然而彼得说上帝的审判就是在等这种人，他在等这种人，而且他举了3个在当时这些读者会理解的例子。特别第一个例子第4节说到的，其实引用当时的这个以诺一书，其实里面就讲到一个叛逆的天使，犯罪的天使，他爱上人类的女子。然而神在这当中并没有假装没有这些事发生。第4节说却把他们丢到地狱，囚禁在黑暗里等候审判。上帝也没有宽容远古的世代，特别在讲挪亚那个世代，那时候人行非常荒诞非常邪恶的事，上帝用洪水淹没那些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只救了传扬正义的挪亚和其他7个人。而他举的第3个例子就举到罗德所住在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当时降火烧毁作为不敬虔的人的鉴戒。彼得在讲那个时候过去上帝
真的有施行审判。所以审判不是不会来，而是上帝在审判之前给予我们恩典，而那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每一个有罪的人因着相信，我们就被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他的无罪来代替我们的有罪，使我们能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可以重新来连结。但是这班假教师却是在教导一个，你们就照你们的心意来行啊，你就照你自己原来不用太在意这个你信主之后你还是可以过原来的生活，反正上帝都要拯救你。但是在这里彼得指出，那背后说这话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他们没有相信这位救赎他们的主宰，而是他们仍然可能口头上说我相信，然而实际所做的却是背离上帝的心意，背离耶稣基督的救恩，错失这个恩典。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说，他们制造苦难，然后一定会自食其果。他们按着满足肉体的欲望，按着这个自己以诡诈为乐，贪爱钱财情色，离开正路，走入歧途，甚至教导别人说你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最后不会有审判。然而彼得却在这里回应说，其实这样子的人好像他们不承认上帝是主，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他们好像在给人家自由，但他们却是做了腐败生活的奴隶。然后说因为人给什么东西控制住，就是什么的奴隶。我们的主人是谁呢？我们的主人就会按着我们所相信的，如果他是我们的主人，他就对我们有真实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相信的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我有各样的自由，我按着我自己想做的我就去做，没有原因，没有为什么，甚至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对的，那我们就会按着这样来面对那将来的审判。所以在彼得后书第2章的最后就说到，箴言所说到的这样的人，他们信主之后反而离开了正道，就像是箴言26章说的，狗回头吃它吐出来的东西，也像是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沼里打滚。在这里的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打脸对方因为既然用狗和猪来形容一个信主的人，也就是他们没有活出那个信主的人应有的生活，反倒是像这些牲畜一样。结果可以想象的就是到那审判的时候，其实他们早就在黑暗里行了很久。恳求主帮助我们，信主不是要让我们得到放纵的自由，信主是让我们更多的去辨识，更多去查验，更多去经验那个敬畏主、仰望主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的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恩典轻看，我们得到这白白领受来的恩典，不是只是领受，而是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就像新的一样，有新的可能性，有新的修剪，有新的塑造。主，我们相信就如你话所说的，你必要再来，而且要按着公义来审判每一个人，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到时要站在你面前与你面对面的人。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那之前就先预备好自己的生命，不只是信主，更是在信主之后每一天活出那属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听主的声音的生活。
谢谢你，恳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分辨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不属神的声音，斥责这一些声音离开我们的生命中，好让我们的生命是容易来接收，容易留存，容易反复思想你的话语，并叫我们的生命得了智慧，知道怎么行在光明，行在盼望的道路中。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